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翻嚟我呢個 channel。一年一度嘅國際旅遊展又舉行啦，今年唔經唔覺已經嚟到第40屆，所以今日就嚟到灣仔嘅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呢度，嚟同大家睇睇呢一個旅遊展到底有咩睇，有咩好玩。如果中意我啲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啦，就記得撳埋個鐘仔喎，一有新片就會通知你噶啦。國際旅遊展已經舉辦咗40年，初期嘅定位就係俾業界人士了解最新旅遊業嘅資訊，去到近年呢，已經結合成為業界同公眾二合為一嘅展。近年呢，都請唔少 KOL 同埋旅遊達人呢，專程嚟到旅遊展舉辦講座，分享唔同嘅旅遊潮流同埋最新趨勢嘅。好啦，話咁快，我哋終於入到會場裏面。去呢一日呢，就係星期六公眾日，咁望落去呢，人流呢就未算係非常之多。咁當然部分攤位亦都有相當人流嘅。首先同大家介紹翻香港旅遊發展局，當然喺旅遊展係有擺攤位。旅發局嘅攤位主要就對外介紹翻香港有咩特色同特別嘅旅遊活動，係只可以喺香港做 ，Only in Hong Kong。Only in Hong Kong 亦都係旅發局最新口號。而後面呢，就介紹翻粵港澳大灣區咁多個城市，原來呢，就係宣傳埋一程多站，可以增加各地旅客唔同嘅旅遊體驗。喺旅發局旁邊就有台灣嘅攤位，台灣一向係港人熱門嘅旅遊景點，當然喺旅遊展呢度，台灣嘅攤位亦都吸引到唔少朋友去駐足觀賞。除咗介紹下各地台灣景點之外，亦都有唔少優惠，仲試過搞抽獎添。見到主舞台呢邊人山人海，原來舉行緊旅遊講座。呢個旅遊講座就由 TVB 人氣主持周奕偉主講嘅。某程度上咧，佢會比起其他地方嘅沙灘舒服，因為海岸線長嘅關係，你唔會覺得人太逼。只要你避開最逼嗰啲地方嘅話，咁你見到嚟我呢個位後面都係冇人，其實都係同喺馬路嘅。其實佢基本上咧，呢個海灘跟住嗰邊。今次旅遊展嘅位置就喺會展嘅開 1C 到 1E， 其實咧場地咧就唔算太大，一眼咧都望得晒嘅。攤位種類亦都非常多元化，有旅行社、旅遊局，仲有唔同單位添。旅遊展會場每日都有唔同嘅旅遊講座同埋研討會，好多都係免費入場自行參與嘅。裡面包含唔同嘅主題，可以了解到最新嘅旅遊趨勢。旅遊展當然要有旅行社，中旅集團都有喺呢度擺攤位。今次旅遊展介紹咗唔同嘅旅遊項目，其中一個就喺香港啟德嘅啟航1331，佢由以往嘅隔離設施變身成為青年旅社。除此之外，原來中旅都有自己嘅郵輪，叫做愛達摩都號，規模亦都唔細，船上亦都有唔少娛樂設施。暫時咧就唔喺香港出發，想參加呢就要去深圳登船出發嘅。諗唔到去邊度旅行啊？呢度有靈感舞台，就有唔同嘅講者、唔同嘅 KOL 會介紹下唔同嘅新興旅遊景點，又或者唔同旅遊模式，激發大家嘅創意同埋想像。部分講者仲係一啲熟悉嘅面孔添，好似佢就係有線記者，不過就唔係經常出現。唔知大家下次旅行想去咩地方呢？不妨留言講講。除咗中旅，呢度仲有見到其他旅行社身影，就例如新華旅遊、永安旅遊等等。佢哋即場推介唔少新興路線，仲俾大家可以即場報名，仲有其他着數優惠添，亦都吸引到唔少人圍觀同埋甚至查詢嘅。唔知大家仲有冇幫襯旅行社嘅呢？除咗永安、新華，中旅呢度亦都有即場報名嘅攤位，介紹唔同國內航線，而且仲有一個小小嘅地方可以進行迷你講座。唔知大家會唔會諗住去不丹旅行呢？
之前有旅行節目，阿姐就同家英哥去咗不丹，呢間公司就專做深度遊，除咗不丹之外，仲會去南極，可以去冰島睇北極光，仲有蒙古土庫曼等等。呢啲深度遊呢，價錢都唔平，不過都有唔少人去了解。行咗一陣，都係時候坐低聽下講座。今次呢一個講座就係由 YouTuber DanMan826去講下郵輪旅遊嘅特色。DanMan 個 channel 我都睇咗幾年，佢都中意去旅行，去唔同類型嘅地方啊。郵輪旅遊當然唔少得。YouTuber， 咁我自己有個 YouTube 頻道嘅，就係DanMan826啦 ，DENMAN826，係咪個個都有訂閱咧？未訂閱嘅就係可以考慮下訂閱我嘅頻道啊嚇。咁我其實咧未做全職 YouTuber 之前咧，我工作都係圍繞住好多唔同嘅旅遊範疇啦。咁差唔多有8000個乘客嘅。咁但係呢隻船咧要坐就比較遠少少，因為佢就唔係喺亞洲嘅地區嘅。呢隻船暫時都係喺美國嘅佛羅里達州去呢個加勒比海嘅海池喎，唔係淨係一啲嘅浸水池啊，一啲嘅 whirlpool 嗰啲，佢有大型嘅水上樂園啦 water park 嘅郵輪咧。除咗頭先講3個咧，以下落嚟呢一個嘅郵輪公司，可能呢2個月大家都成日喺啲 social media 會聽到嘅。點解咧？因為迪士尼郵輪啱啱喺3月10號咧。通常呢啲大嘅郵輪啊，而家啲 mega cruise 好巨大郵輪咧，都會裝咗 stabilizer， 呢個叫船體穩定器。遇到風浪嘅時候咧，佢係會減少隻船左搖右擺嘅幅度嘅。不過，但係當你遇到好大風浪嘅時候，港人另一個熱門旅遊景點，當然唔少得有日本。日本展區喺旅遊展都會見得到。咁今次嘅旅遊展，日本展區就其實攤位咧都有10零個，不過咧就規模咧就唔算好大啊，呢樣就真係比較可惜。如果唔係試過自由行嘅朋友，都未必清楚唔同縣有啲咩特色景點。呢度當然唔少得影相打卡位。除咗呢啲熱門旅遊景點之外，旅遊展都會見到唔同嘅一啲特別旅遊景，即係例如蒙古啊、尼泊爾啊、馬來西亞沙巴，仲有秘魯、捷克、馬爾代夫同帛琉等等。唔知大家又中唔中意去呢啲特別啲嘅旅遊景點？近年嘅一個新興嘅旅遊點就係越南。越南航空都有喺旅遊展擺攤位，介紹下佢越南嘅風土人情，仲有舉辦講座添。今年旅遊展內地嘅展區都大咗唔少，我哋就去睇睇先。先嚟到廣東省呢一個展區，近年港人好中意週末北上，大灣區呢啲城市相信大家都熟過我哋㗎啦。唔同城市都有擺攤位介紹當地嘅熱門景點，中山、珠海、東莞都有。最近呢一套內地電影《給阿嫲的情書》咁受歡迎啊，亦都見到佢嘅取景地揭陽市擺攤位，仲話可以去到電影拍攝地方嘅景點添，仲有得俾你影相打卡，包括橋。除咗大灣區之外，國內仲有好多城市都值得大家去遊覽，當地亦都有唔少風景名勝，都適合唔同朋友去欣賞。好似上海咁，小編早2年都有去過。上海就比較大城市啲，近年都多咗唔少新景點，例如上海 Legoland 咁樣。北京呢亦都係一個值得大家遊覽嘅地方。除咗中意歷史文化嘅朋友，仲可以去考慮下去下湖南睇張家界，又或者去陝西睇下兵馬俑。唔知大家有冇興趣呢？行到呢度都差唔多到尾聲，我哋又穿越返去1936年嘅香港。呢度展覽咗1930年代唔少珍貴嘅相片、物件，仲有唔少嘅宣傳海報等等。好似呢個廣生行出產嘅雙妹嘜，到而家都仲有得賣嘅。呢個係先施嘅海報，都幾特別下。等大家除咗可以了解旅遊嘅新潮流，亦都可以睇下昔日嘅香港。行到呢度，旅遊展就已經去到尾聲。
旅遊展今年已經係40週年，期間都經歷過唔少變化。除咗規模上嘅變化，亦都有旅遊文化上嘅變化。疫情前我都有參觀過旅遊展，當時覺得個規模係比依家再大一啲。事隔多年再次去到旅遊展，發覺咧規模又細咗，有唔少熱門旅遊城市例如泰國都冇擺展，真係可惜啲。今次短片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同大家去周圍睇下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仲要撳埋個鐘仔喎，一有新片呢，佢就會通知你㗎啦。